咁啊，梗係啦！如果你話講第一次啦，自己可以嘅 MV 咧，擺喺個大 mon 度咧，我個人覺得係一件好神奇同埋好值得開心同埋有紀念價值嘅一件事啦。因為尤其是知道自己 MV 有機會擺喺銅鑼灣啊、尖沙咀啊等等呢啲人流量咁旺啊、咁多嘅地方，同埋呢個都係我哋嘅地標啊嘛。咁所以就感覺上啦，自己嘅音樂好似成為咗城市風景嘅一部分。係真係好有意義嘅。咁啊，講到話即係如果學業啊同音樂上邊點樣去即係互相嘅平衡咧，我覺得一開始係我當時冇仔細考慮過呢個問題，因為我兩樣嘢都好中意，都希望可以揾到一個平衡點。咁但係當然啦，過去嘅一年咧，我自己都多喺度打怪升級緊，有好多嘅即係可能大學啊，同埋自己嘅心情啊、心態啊各方面都仲喺度調整緊，所以我後邊都同自己嘅 team 即係傾過之後咧，決定都係暫時當時候暫停咗我哋嘅宣傳啊，尤其是超食境打怪呢一首歌，但係因為呢首歌對我意義係都好大，咁所以希望啦可以等我自己調整好心態之後咧，再努力去大力嘅宣傳呢一首歌，因為呢首歌都係坤哥啦，佢同我嘅監製同埋作曲嘅，所以好有意義啦。同我都傾咗好多關於點樣把遊戲即係代入喺我哋嘅人生當中，我哋點樣把一啲生活中嘅實質嘅困難去比喻成遊戲，我哋可以鼓勵自己一定可以闖過關。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值得，都係我自己人生嘅一個好值得嘅一個紀念作品啦。咁啊，而家有咩方向咧？咁其實而家當然就係繼續努力衝刺音樂啦，咁啊當然超實境打怪就係一個開始嚟嘅啫。咁啊接落嚟啦，我想都嘗試一啲唔同嘅風格，大家可以一齊期待一下啦，支持支持。Hong Kong Singer Channel 讓每個人唱出心聲，我哋需要你嘅支持，歡迎大家 subscribe 我哋，like、comment and share。